一杯凍奶茶30多塊，一份黯然銷魂飯接近100塊。如果再加上10%的服務費，隨便吃一頓午餐就要轉掉100多塊錢。曾經被內地遊客視為時尚標杆、高端餐飲代名詞的港式茶餐廳，如今怎麼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偽高端騙局？當太興、翠華這些老牌巨頭紛紛撤出內地核心商圈，當昔日大排長龍的店鋪變得門可羅雀，那些曾經心甘情願為情懷買單的內地遊客終於忍不住發問：我到底像不像一隻水魚？在那個香港文化橫掃內地的年代，港式茶餐廳不單單是一間餐館，它更像是一個充滿魔力的空間，承載着無數人對大都市繁華生活的向往。電影裏那些穿着西裝、雷厲風行的精英，坐在卡座裏喝着絲襪奶茶，談着成百上千萬的生意，那種充滿煙火氣卻又不失專業感的氛圍，讓無數年輕人趨之若鶩。於是，當翠華、太興這些連鎖品牌正式跨過深圳河，進入北上廣深的頂級商場時，他們自帶的光環簡直讓人目幻神迷。那個時候，能在翠華餐廳排上1小時隊吃一份奶油豬，那發到朋友圈裏絕對是身份的象徵。大家不在乎那高昂的定價，因為在大家心裏，這份日價是為那份正宗的香港味道買單，是為那種與國際接軌的格調買單。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層金漆開始剝落，露出了裏面生鏽的底色。現在走進這些連鎖港式餐廳，你會驚訝地發現，雖然裝修依然維持着那種復古的港風，甚至燈光更亮了，椅子更精緻了，但那份最重要的火氣卻不見了。很多內地遊客到香港旅遊，或者在內地嘗試這些高端化的港式連鎖，最直觀的感受就是貴得離譜。在深圳隨便找一家普通茶餐廳，20幾塊錢就能吃到一份味道不錯的燒味飯，但在這些連鎖店，同樣的東西價格要翻3倍，份量卻縮水了一半。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當你滿懷期待地咬下一口叉燒，感受到的不是現烤的酥脆與蜜汁的豐盈，而是一種明顯經過長途運輸、微波加熱後的軟綿感。這就是所謂偽高端騙局的第一個真相。工業化預製菜對港式靈魂的謀殺。港式餐飲之所以迷人，核心在於那個乾炒牛河裏的鑊氣，在於燒臘師傅凌晨4點開始烤製的堅持。可是，當太興、翠華變成龐大的上市集團，追求規模化、標準化和極致的成本控制成了他們的首要任務。為了確保每一家分店的味道都一模一樣，中央廚房取代了廚師的直覺。大量的半成品、冷凍包被運往各個商場分店，服務員只需要簡單加熱裝盤就能上桌。在這種模式下，你付出的那100多塊錢，只有不到20塊是花在食材上，剩下的全是為昂貴的商場租金、總部的管理成本以及股東的利潤報表貢獻力量。內地遊客並非消費不起，而是大家變得越來越聰明了。當大家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這些餐廳後廚拆開塑料袋加熱料理包的視頻時，那種被當作水魚宰割的憤怒便會迅速蔓延。內地客人的心態轉變，其實也映射出兩地經濟實力的消長與消費觀念的成熟。以前大家覺得香港什麼都好，連那一杯多冰的凍檸茶都帶着洋氣，但現在深圳的餐飲業卷到了什麼程度？幾十塊錢就能享受到5星級酒店廚師出來創業的水平。在各種新派餐飲、地方菜系精準降維打擊下，港式連鎖那套老舊的裝修、傲慢的服務和名不副實的高價，顯得極其尷尬。特別是服務費這項指標，在香港，給服務費是一種習慣，但在內地，很多港式連鎖依然硬生生地加收10%。如果服務真的周到也就罷了，可現實往往是你喊了3遍服務員才過來遞一張紙巾，甚至還要面對那種冷冰冰的，甚至帶着一絲莫名優越感的港式服務態度。這種體驗讓花錢買單的消費者感到極度不平衡。我們再來看數據，這些連鎖品牌的財務報告早已給出了答案。翠華餐廳的市值從巔峰時期的幾十億港幣縮水到現在的一丁點，關閉內地旗艦店的消息接二連三。
太興集團雖然在嘗試多元化，但其核心品牌在內地的影響力也在急劇萎縮。他們撤出的不僅僅是一個商場鋪位，更是內地消費者對港式情懷的最後一絲耐心。內地遊客現在去香港，不再盲目追求那些所謂的名店，大家會轉進深水埗的小巷子，尋找那些連招牌都快掉下來，但老闆娘會大聲招呼你，叉燒還帶着焦香的老字號。那些地方沒有10%的服務費，環境甚至有點簡陋，但那一碗10幾20塊的雲吞麵，才真正讓人感受到了什麼叫食物的尊嚴。相比之下，那些開在金碧輝煌商場裏的連鎖店，就像是一個精緻的空殼，除了高昂的價格標籤，一無所有。這場偽高端騙局的破滅，本質上是消費者對性價比的重新定義。在經濟上行時期，大家願意為日價買單，覺得那是一種生活品質的追求。但在消費回歸理性的今天，每一分錢都要花在刀刃上。如果你提供不了相應的價值，僅憑一個香港品牌的標籤就想收割韭菜，那最終只能被市場無情拋棄。很多內地遊客反映，在這些連鎖店用餐，感覺自己就像是一個流動的提款機，菜單上的照片拍得美輪美奐，實物上桌卻像是剩菜殘羹。那種落差感，正是水魚心態的根源。他們不再相信那些品牌講述的品牌故事，不再相信那些所謂的秘製配方。當內地本土的餐飲品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且服務更好、味道更佳、價格更透明時，港式連鎖的護城河早已消失不見。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這些品牌在進入內地市場後，並沒有真正研究內地消費者的口味演變。內地餐飲市場的變化速度是世界第一的，今天流行酸菜魚，明天流行燒烤，後天可能就是輕食。而港式茶餐廳幾十年如一日的菜單，雖然經典，但也容易讓人審美疲勞。如果不加強創新，只是靠着老本行賣高價，路只會越走越窄。我們看那些大撤退的背後，往往伴隨着高管的頻繁變動和戰略的搖擺不定。有的品牌想走高端路線，結果服務跟不上；有的想下沉做平價，結果成本控制不住，導致品質斷崖式下跌。這種進退維谷的局面，正是這類偽高端品牌最真實的寫照。對於內地客來說，大家對香港的情懷依然在，但情懷不代表可以隨便被欺騙。大家可以接受香港的高物價，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那裏的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但在內地分店，當這些成本優勢沒有轉化為消費者的福利，反而變成了品牌謀取暴利的工具時，這種關係就徹底破裂了。我們不妨回想一下，當年翠華在上海黃浦區開出首店時的盛況，那時的人們是真的愛那份奶茶的醇厚。但現在呢？很多人的評價是味道變淡了，心變黑了。這種口碑的崩塌，不是一兩次營銷活動就能挽回的。其實，港式連鎖的困境也給所有餐飲從業者敲響了警鐘。在這個信息對稱的時代，任何試圖通過營造虛假高端感來獲取不合理利潤的行為，都將面臨巨大的風險。消費者手裏的每一張鈔票，都是在為他們想要的世界投票。當大家不再走進那些偽高端的港式餐廳，說明大家已經厭倦了那種虛無的格調，轉而追求更加真實、更加有誠意的生活。未來的餐飲市場，贏家一定是那些能夠在品質和價格之間找到完美平衡的人。不管是港式、粵式還是任何菜系，如果丟掉了對食物的敬畏心，丟掉了對消費者的尊重，那麼撤退將是唯一的結局。那些曾經在內地風光無限的港式大牌，如今只能在財報裏哀嘆環境不景氣。但他們可能忘了問自己一句：為什麼在同樣的環境下，有的新興品牌卻能逆勢增長？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有沒有把消費者當成真正的朋友，而不是待宰的水魚。隨着旅遊的全面恢復，內地遊客再次湧向香港，但這一次大家變得更加挑剔，更加理智。
那些曾經靠着信息差和地域濾鏡收割利潤的連鎖店，如果再不做出改變，那麼這場大撤退可能只是剛剛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市場的自我修復能力是極強的。當這些偽高端品牌騰出位置，自然會有更多有誠意、有特色的品牌填補進來。這對於整個餐飲行業來說，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這迫使所有品牌都要重新審視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內地消費者的成長，從盲目崇拜到理性批判，這種轉變是全方位的。大家不再輕易被一個洋氣的名字或者一個漂亮的裝修所迷惑，而是更加關注食物本身的質量和服務的溫度。所以，當我們再次談論起這些港式連鎖品牌的大撤退時，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是另一個更加透明、更加公平競爭時代的開始。對於那些曾經被當作水魚的消費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時刻。我們不需要那種高高在上的偽高端，我們需要的是那一碗熱氣騰騰、價格公道、能溫暖人心的真味道。如果香港的連鎖品牌依然沉溺於往日的榮光，不願意放下身段去傾聽市場的聲音，那麼他們在內地的故事終將化為歷史塵埃中的一聲嘆息。這場關於水魚的討論，其實也是兩地文化交流深入後的一種必然。以前大家不了解，容易被表象迷惑，現在大家見多識廣了，自然會對那些不合理的現象提出質疑。這是一種進步，也是一種監督。未來的港式餐飲，如果還想在內地市場分一杯羹，就必須要來一場徹底的革命。要敢於砍掉那些虛高的利潤，要敢於投入研發，要敢於實施更加透明的定價策略。只有這樣，才能重新贏回消費者的心。我們回過頭來看那些撤退的店鋪，他們空出的位置很快就被新的品牌佔領。這就是市場，他不會等任何人，也不會憐憫任何人。如果你不進步，你就會被替代。這就是最殘酷也最公平的叢林法則。對於我們普通消費者來說，這場大撤退給我們帶來的啟示就是：不要盲目迷信品牌，不要為所謂的情懷過度日價買單。當我們走進一家餐廳，我們看的是味道，是服務，是環境，更是那份對得起口袋裏銀紙的誠意。如果一家餐廳讓你覺得自己像個水魚，那麼無論它的名氣有多大，無論它的歷史有多悠久，都請果斷地轉身離開，因為你的每一次消費都在決定着未來的市場長什麼樣。我們值得更好的食物，也值得被更加溫柔地對待。那些精緻的燈光下，隱藏着太多的算計；那些昂貴的餐具裏，盛放着太多的敷衍。港式連鎖的這場大撤退，其實是給所有創業者上了一堂生動的課，那就是永遠不要低估消費者的智商。現在，當我們漫步在香港的街頭，或者在內地的商場裏尋找食物，我們會發現，那些真正好吃的、值得回味的，往往不是那些招牌最大的連鎖店，而是那些默默無聞卻始終堅持品質的小店。他們才是港式餐飲真正的靈魂所在。而那些試圖通過資本運作來量產靈魂的品牌，終究會發現靈魂是不可量產的。當你把每一道工序都簡化成一個數字，當你把每一份情感都折算成一筆利潤，你也就失去了與消費者共鳴的能力。希望這場大撤退能讓那些品牌清醒過來。市場不需要偽高端，市場需要的是真誠。如果不能找回那份做餐飲的初心，那麼不管換多少個標題，不管搞多少次促銷，最終的結局都已經注定。對於廣大的內地遊客和消費者來說，我們也不必感到遺憾。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在這個百花齊放的餐飲時代，我們有太多的選擇。我們可以去追求更高層次的味覺體驗，也可以去尋找最接地氣的人間煙火。至於那些依然在偽高端道路上蒙頭前行的品牌，我們只能祝他們好運。畢竟
水魚雖然多，但總有被釣完的一天。當最後一隻水魚也醒悟過來的時候，那些精美的玻璃櫥窗也將迎來最後的謝幕。我們再深入探討一下港式餐廳在內地的定位迷失。最初，他們定位的是白領階層，是那群有一定經濟能力、追求生活情調的人。但問題在於，這部分人的消費觀念進化得最快。他們開始研究咖啡的豆種，研究牛排的產地，研究葡萄酒的年份。而港式茶餐廳在這種精細化的消費潮流面前，顯得有些過於大雜燴。你想吃高端的，它不如精緻法餐或日料；你想吃接地氣的，它不如街頭巷尾的小吃攤。這種不上不下的定位，讓它在市場競爭中非常被動。為了維持那種高端的假象，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資金在店面裝修和廣告營銷上，而這些錢最終都要由消費者來承擔。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消費者會覺得，在港式連鎖餐廳吃飯，吃的是一種裝修，而不是味道。那種精緻的卡座、復古的霓虹燈，在第一次去的時候可能覺得新鮮，但第二次、第三次去，如果食物沒有驚喜，這些裝修反而會成為一種負擔。而且，我們不能忽視社交媒體的影響力。在小紅書、抖音上，隨處可見對這些老牌連鎖的吐槽。大家會把太興的叉燒和深圳某家不知名小店的叉燒放在一起對比，從色澤、口感、分量到價格進行全方位測評。在這種毫無保留的對比下，偽高端的底褲被扒得一乾二淨。品牌方可能覺得自己很冤枉，覺得自己付出了那麼多管理成本，但消費者不管這些，消費者只看結果。你賣得貴，就得有貴的道理。如果你的道理講不通，那就是在騙。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餐飲趨勢是去品牌化，或者說是追求極致的單品爆款。一家店只要把酸菜魚做好，或者把螺粉做好，就能活得很好。而港式茶餐廳那種什麼都賣、什麼都不精的模式，在專業化時代顯得有些力不從心。特別是它的菜單，動輒上百道菜，要在保證這上百道菜的品質都很穩定，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大部分菜品都依賴中央廚房的半成品。這種妥協雖然提高了效率，但卻毀掉了招牌。翠華的退守，太興的收縮，其實是港式連鎖在為過去10年的盲目擴張買單。那個時候，只要招牌掛出來，就有加盟商送錢上門，就有商場給出優惠政策。這種錢太好賺了，以至於讓他們忘記了餐飲最基本的邏輯，好吃才是硬道理。當潮水退去，我們才發現誰在裸泳。那些沒有核心競爭力，只靠品牌光環撐着的品牌，在經濟週期的波動面前，顯得極其脆弱。而那些真正懂得打磨產品、懂得尊重市場的人，才能在風暴中屹立不倒。我們再來說說服務。很多港式連鎖餐廳在內地的服務，被詬病為東施效。他們想學香港那種節奏快、高效率的服務，但卻學成了冷漠和生硬。在香港，那種節奏感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大家習以為常。但在內地，消費者更習慣的是海底撈式，或者至少是有溫度的服務。當你付出了高端的價格，得到的卻是路邊攤都不如的服務態度時，那種心理落差是非常巨大的。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內地遊客會覺得自己像水魚的重要原因。服務本身也是產品的一部分。如果服務垮了，產品也就毀了一半。現在很多港式品牌開始轉型，有的開始做副牌，有的開始進軍預製菜市場，試圖尋找新的增長點。但我想說的是，如果根子上的那種傲慢不改，如果那種把消費者當成個韭菜對象的心態不改，任何轉型都只是換湯不換藥。市場是不會說謊的。那一家家關閉的店面，就是市場給出的最誠實的選票。他們曾經見證了港式文化的輝煌，
現在則見證了偽高端泡沫的破裂。這對於所有從業者來說，都是一堂極其珍貴的商業課。我們要明白，高端不是靠高價標籤貼出來的，而是靠每一道菜的精雕細琢，靠每一次服務的細緻入微，靠長年累月積下來的口碑。如果你做不到這些，那就請誠實地做一個平價品牌，不要既想要利潤，又想要格調，最後落得個兩頭不到岸。內地客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或許會被騙一次，但絕不會被騙第二次。當那份偽裝出來的高端感被識破，品牌所面臨的將是毀滅性的打擊。我們可以預見，未來的港式餐飲市場將會進行一輪深度的大洗牌。那些真正有實力、有情懷、有誠意的品牌將會留下來，並在新的市場環境下煥發生機。而那些只會玩弄商業套路、不思進取的品牌，最終只能消失在消費者的視野中。這不僅僅是港式餐飲的宿命，也是所有消費品牌的宿命。在這個充滿變革的時代，唯有誠信與品質，才是通往未來的唯一門票。當我們再次走進商場，看到那些曾經熟悉的招牌一個個消失，我們或許會有一絲感傷，但更多的是一種期待。期待那些真正能代表香港味道、真正能尊重內地消費者的品牌，能夠重新站出來，用實力洗刷偽高端的污名。畢竟，香港美食的魅力本不該如此，它應該是那種讓人垂涎欲滴、讓人感到幸福的味道，而不是現在這種讓人避之不及、讓人感到被羞辱的標籤。讓我們對那些真正堅持手工製作、堅持真材實料、堅持公平交易的餐飲人致敬。正是因為有了他們，我們才能在紛繁複雜的市場中找到那一抹真正動人的煙火氣。而對於那些還在幻想着靠割韭菜發財的品牌，我只想送給他們一句話：時代變了，收起你們的套路，回歸食物本身吧。否則，下一場撤退的主角依然會是你們。我們在觀察這些連鎖巨頭的衰落時，其實也能看到一個城市的文化影響力在發生位移。曾經，香港是絕對的流行指標，從穿搭到飲食都是內地效仿的對象。但現在，隨着內地城市的文化自信提升，大家開始更多地關注本土原創，關注那些更有生命力的東西。港式茶餐廳要想重新獲得認可，就必須打破那個舊有的殼，真正融入到現代的生活方式中去。這不是簡單地換個店面設計，或者請個明星代言就能解決的。這需要一種從內到外的徹底重塑，包括對食材的溯源、對烹飪過程的透明化、對價格體系的重構。只有讓消費者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分錢花在哪裏，只有讓消費者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味道的提升，才能重建那份脆弱的信任。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小而美的港式茶檔，雖然規模不大，但生意卻好得不得了，因為他們只專注於做好幾樣東西，把品質做到極致。這種匠心才是對抗工業化平庸的最好武器。相比之下，那些龐大的連鎖機構就像是一艘沉重的大船，轉向困難，反應遲鈍。他們被過去的成功模式所束縛，被沉重的成本結構所拖累，在靈活多變的市場面前顯得笨拙而無助。這場大撤退其實也是在提醒我們所有人，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沒有什麼是可以永恆不變的，唯有不斷進化，唯有始終保持對消費者的畏懼之心，才能走得更長遠。那些曾經把內地遊客當成水魚的品牌，現在終於自食其果。這是一個公正的裁決，它告訴我們，誠實守信不僅僅是道德要求，更是商業社會最基本的生存法則。當我們合上這本關於港式連鎖興衰的書，我們會發現，故事的主角從來都不是那些冷冰冰的品牌，而是每一個熱愛生活、追求美食的普通人。是我們的選擇塑造了今天的市場，也是我們的覺醒終結了那場偽高端的騙局。未來，
當我們再次在街角遇到一家真正地道的港式茶餐廳，當我們喝到一杯純正的奶茶，當我們吃到一份火候剛剛好的乾炒牛河，我們依然會為之動容，因為在那一刻，我們體驗到的不僅僅是美食，更是一種跨越地域的文化共鳴和一份久違的真誠。而那份真誠，是任何高昂的裝修和虛偽的品牌故事都無法替代的。這就是餐飲的本質，也是生活的本質。我們在看待這些港式品牌的撤退時，不應該帶着嘲諷，而應該帶着反思，因為這種現象在很多行業都存在。當一個品牌變得足夠大，它是否還能保持對每一個細節的關注？它是否還能保持對每一個客戶的尊重？這是一個永恆的課題。太興和翠華的例子，給了我們一個最清晰的答案，那就是一旦你開始忽視品質，一旦你開始透支信譽，那麼無論你曾經多麼輝煌，市場都會在最短的時間內給你最沉重的一擊。現在的內地市場已經不是那個隨便掛個牌子就能賺錢的時代了，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只有那些真正有根底、有誠意的品牌，才能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大樹。而那些試圖走捷徑、試圖通過信息差謀取暴利的品牌，終將成為歷史的匆匆過客。這場關於港式連鎖的大撤退，就是最好的證明。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能看到更多有誠意的港式餐飲品牌回歸。那時，大家不再是為了那個虛名而去，而是為了那一口真正讓人心滿意足的味道。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們會繼續保持挑剔，繼續用我們的消費行為去推動這個市場向着更加健康、更加公平的方向發展。這就是我們作為消費者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我們對抗偽高端騙局最有效的手段。我們不是水魚，我們是這個市場的主人。任何想要欺騙主人的行為，最終都將付出慘痛的代價。讓我們記住這場大撤退，記住這些曾經風光一時，如今卻黯然離場的名字。他們用自己的衰落為後來者標注了避坑的指南，這也算是他們對餐飲行業最後的一點貢獻吧。未來的路還很長，好吃的東西還有很多。我們不必糾結於過去的那些光環，我們要往前看，去尋找那些真正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美味與驚喜。在那裡，沒有騙局，沒有日價，只有最純粹的食物和最真實的快樂。這才是餐飲應該有的樣子，這才是我們追求的生活。當我們再次談起那些港式連鎖時，我們或許只會淡淡一笑，然後繼續去尋找下一個值得我們排隊、值得我們分享的美好滋味。生活在繼續，市場在進化。那場關於偽高端的鬧劇，就讓它隨風而去吧。我們值得更好的。